新通市这边在做最后的宣导，演出团队的多方 CD 有交至新通市这边的啦，麻烦还有缴交的团队请尽速缴交至新通市这边。那我们的演出团队第一个演出团队是都兰新传舞集，再来是小湖南联舞团，然后是回南舞集，再来是台南市原住民部落联盟。 然后再来是高雄市环岛舞集，真理大学台南校区原住民青年社，彰化牧乐舞集，以上是我们的演出团队的一个流程这样子。